小姐，韩小姐，春天不是读书天，夏日炎炎正好眠。秋天一过冬来到，收拾书包好过年。你是谁？讨厌。小生名叫林淑娟，外号人称黄包车。交了学费不上课，样样功课不及格。天文学、地理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文科、法科和理科，3院9系都念过。谈情说爱我擅长，男女问题有心得。假如小姐你有意，我就陪你去帕托。既然样样不及格，赶紧回家做功课。听见功课就讨厌，看见书本不想读。功课样样不及格，今年怎么能毕业？有钱能把文凭买，照样可以算合格。韩小姐，你想的太多，韩小姐，你想的太多。年轻人呀，要醒了，赶快一起去帕托。林淑娟，你别胡说，宝贵的光阴别错过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青春一去可惜了。可惜了，来可惜了，追求不上才是可惜了。一天到晚说追求，说话全是没理由。好言相劝都为你，没想到你是个大蠢牛。韩小姐，你太无情，韩小姐，你太无情，韩小姐，你太无情，韩小姐，你太无情。好，重新来把好人做，从此努力做功课。韩小姐，韩小姐，我答应了，我全答应了。